这么偷偷摸摸的？这我就。 每一次都没有现实中的东西，里面没有树，没有水，也没有始祖堂，就是黑暗，无尽的黑暗。还有什么？想不起来了。看来这事儿啊，还真是应验了。你自己念叨什么呢？我给你的烧火棍呢？烧火棍。我想起来了。你说。 可是怎么会呢？我不是带着烧火棍去比赛吗？然后我掉到深潭里的时候呢，那烧火棍居然变换了形态，牢牢地扣在潭底。那东西跟篝火一样，让我没办法不看它。怎么会呢？又在胡说八道，看来这脑子还没好。 神医啊，有时候也不一定就灵。你不信我说的，我没骗你，真的是。行了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去把那脏水倒了。我不是，就是我。你想吃不想吃？倒脏水去。回来给你。你给我留好，你别碰它。你。去吧去。我真的看见了。不要！见过燕掌门，把东西交出来！什么东西啊？装傻是吧？比赛用的挂珠。比赛用的挂珠？这个我们没见过。转印河从不说假话，闪点就在你们玄游部伙房。 挂珠肯定在此地，交出来，别让我们动手搜。我都说过了，没见过呀。看着你像一个老实巴交的人，没想到你撒起谎来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燕掌门，你要那东西有何用？不会藏在他这个地方吧？叔叔，你听我跟您说啊，我们虽然是玄游部的人。 但是我们不干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，
这可难说了。老周是玄元山的老人了，应该不会是他。扶摇，交出来吧。赶紧拿出来吧。我没有啊，看看身上有没有。你看看。怎么可能呢？你这不许！我怎么会拿这种东西啊？你看，你看。你，我回头再给你算账。这孩子，孩子小，我没管教好。什么没有管教好？根本就是个偷！还说什么？哎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啊！这个偷字我可担待不起，别说我了，我们整个玄游部的人也担待不起这个偷字。把人给我带走！等！园长们，周叔，你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千万别把这孩子带走。你要带你就把我带走吧。我错了，我不对，我错了。我求你了，园长们，求你了，你起来，周叔！我真的不知道那珠子为什么在我身上，但是我知道田渡塞的规矩，拥有这颗珠子的人，那好，既然你不知死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扶摇，扶摇，我。饿了。喏，发现珠子了？记着，主人问话得先回答，这是咱们俩之间的规矩。你要是这么贪吃，怕是肥的办不了事。我只能把你送回老家。他们找到珠子了？那个丫头要参赛。我倒是好奇，你最后一关要怎么过？周叔，醒了吗？周叔，周叔，我知道您听着呢。
今天就是田头赛最后一场了，我给您磕头了。您知道我这个人从小就任性，老是闯祸。幸亏有您一路护着我，我平时老是跟您顶嘴，老是惹您不开心。虽然我嘴上不说，但我心里都知道，您是为我好，怕我吃亏。我这个人没有别的亲人，我只有您。如果我今天遭遇什么不测的话，如果我今天遭遇什么不测的话，周叔保重。国公，燕掌门，请。国公请。这最后一场是为2人对决，但是要选出最终的2人，还需经过1轮幻境。这12次龙烛代表我12位闯关的弟子。龙烛的明暗既是弟子的成败，最终燃着的2色龙烛既是闯过幻境的弟子，进入最终中赛。燕掌门，眼下只剩下3枚龙烛，不知道燕少侠能否顺利的出关呢？国公别那么着急，再等等。
小姐，元宝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手上东西赏给你吃，快！没想到，最后与我对战的竟然是你。我也未能想到，最后站在这里的会是我。但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一重重的关卡你是如何闯过来的？就是靠运气吗？一个人的运气不可能一直这么好的。没错，一个人的运气不会一直这么好，但也不会一直倒霉。扶摇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能够站在这儿，已经足够让你脱去一身黑袍。我不想看见你受伤。你现在认输，可以分毫不伤地离开。谢谢大师兄体谅。我自知技不如大师兄，但是我一路走来，站在这里，倘若不能公平地与大师兄一战，便对不起我自己，也对不起这里所有人。你真的要与我为敌吗？我当然不是要与你为敌，我只是想给自己做一个了断。倘若今日一战，我能活着离开这里，我便是一个自由人，我便可以离开玄元山，离开你，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。所以今日一战，将会是我跟你在玄元山最后的记忆。你要离开？我已经长大了，大师兄。师傅，裴院有事禀。说。扶摇那个贱奴，不知从何处学得一种邪功，一路过关斩将，那功法绝非我玄元派宗学。你应该叫停比赛，查清他所学功法，将他逐出师门。出剑吧。这就开始了。听说玄元派的剑法冠绝五州，今天我等可要好好见识一番。燕掌门，燕掌门，何时开始啊？师傅。天斗赛最后一场。斗剑开始。扶摇，我曾说过，刀剑无情。一旦我们成为对手，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我也一样。
是我输了，大师兄。扶摇，你知道坤京在哪个方向吗？在那儿。将来总有一天，我会带着你一起去坤京。真的吗？当然。我宣布，天斗赛中赛的勇者是本派灵子辈大弟子燕星辰。诸位，明明是刚才那个姑娘扔了剑，这不就是让吗？得克1,000人，住手！对手可是掌门人，就是让啊！真是滋了，有什么规矩吗？严掌门，我敬你一杯酒。诸位，感谢大家前来，我燕某人敬大家一杯。严掌门，这个比赛可有点不大公平啊！对呀，严掌门，这才几个回合呀？难道是在敷衍我们大家吗？我们可都是远道而来，难道就是为了走走过场，喝喝你们学院派的酒吗？可不就是啊！太不公平了！掌门，本世子也觉得不太公平，要不再比一场？再比一次！大家有所不知，这扶摇本是我玄元派的剑奴，是条伺候人的狗。幼时就被人扔在山下，6岁还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。是掌门和大师兄见他可怜，才将他收入山下。谁知他竟然破坏门规，偷学武功，还偷偷参加了田斗赛。身为剑奴，本该处死，是掌门和大师兄宅心仁厚，才容他活到今日，容他参加了田斗赛。谁成想，这剑奴心肠歹毒，不知从何处学了这一身魅惑妖术，一路尽靠这魅惑妖术过关斩将。适才大家如果看得明白，应该不难看出，明明是大师兄占了上风，是他用了魅惑妖术迷惑了大师兄。幸好大师兄定力强大，功法深厚，这才没有着了他的道。大师兄，是不是？说，是不是？是。大家都听清楚了吧？如此下贱的妖女，我们怎能纵容她在田斗赛中横行呢？依我之见，杀之后快。
既然我是你眼中不要脸的贱婢，那我就让你看看，我练的是什么妖术。扶摇，出剑吧！呀！ 你为何只手不击？我让你3招，只为我曾叫你一声师兄。不用你让。大师兄，你输了。诸位。 适才他展示的是本门已被盗绝的功法破九霄。此功凶恶难克，心性不善者修之，将恶疾难免。所以宗族才将其封印。不想宗门出了逆子，今日燕烈迫于情势，不得不先封了他的功法，以清事有本源。此乃我玄元派宗派内务，还请诸位。 体察海涵。你好卑鄙！你竟然偷袭我！你偷学了本门的绝密功法，我只是依门规处置。我何时偷学了你绝密功法？你放开我！你最好还是老实点儿。我已经用乾坤链将你的手脚连通你的经脉封住，你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是解不开的。你堂堂的掌门，竟然用如此卑劣的手段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要你教授破九霄的法谱。我哪来破九霄的法谱？你别给我装了！你的功法从何而来？何人教授啊？无人教我。那好，你一日不说，我就耗你一日；你一世不说，我就耗你一世。
你自己想想吧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回来！你回来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少爷，您吃点东西吧。掌门，京城还是没有吃东西吗？少庄主已经3日未进食了。父亲，不过失了一场田斗赛，你这般失魂落魄，将来如何成就大业？站起来！跟我来。轩辕的列祖失踪在上，弟子燕烈苦寻多年，终得以重建破九霄，没有辜负我轩辕世代所托。如今，这秘籍就在我轩辕山中，弟子不会再让它继续隐藏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必将取回，复我轩辕昔日荣光。日后，我轩辕必将重新笑傲五洲。父亲，为何我从不知有此处密道？这是我历代掌门代代相传的秘密。哎呦，二位，辛苦了啊！这个呢，是我们玄幽部做的点心。啊，专门孝敬二位的。老头儿，有点眼下啊！哎，你若是能说动他，掌门说会有重赏；若是他连你的话都不听，你这条老命也就不必留着了。对。哎，行了，进去吧。周叔，周叔。他们打你了。行了，这事儿没人偷听了。你干什么啊？给他们用了点安眠散，睡上2个时辰，没问题。你怎么会这个？周叔会的东西多了。周叔，让我看看，怎么样，疼不疼？皮外伤还没你的烧火棍疼呢。你这孩子，原来我就一直想，你能够平平顺顺的在玄幽部待一辈子就行了。是。虽说咱们是奴仆，但是总不至于这。没事。什么都是命里注定的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我千藏万躲，还是让你学会了破九霄。可是我没学过啊，我就是在梦里。难道？那就是破九霄。这破九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
破九霄是剑法，是真气，是幻术，更是心魔。它是山川大地之法，更是天地洪荒之力。它能破除世间纵横，也能破除心间牵绊。它有灵动，有生命，从不单独存在，就像是一股真气刻在修炼之人的身上，无形无影，同生共死。破九霄是记在书卷上吗？